翻嚟節目時間，時下嘅新盤開則比較細啊。紅磡大約250尺嘅一房，用咗高樓底去訂造閣樓，可唔可以成功咁擴闊空間感呢？單位嘅大細咧係250尺一房嘅單位，樓底咧就有10尺咁高。咁業主咧就一家3口啊，仔仔比較後生啦，同埋兩公婆一齊居住嘅。咁一房嘅單位喺咁嘅情況咧，我哋就要幫佢去規劃翻一個新嘅睡眠區俾仔仔居住啦。咁啊，女戶主咧就特別中意啲奶油或者奶茶風嘅。咁基於而家呢個情況啦，我哋都要配合翻發展商原新嘅裝修咧，去調整我哋嘅設計嘅。原本廚房嘅設計咧，發展商俾出嚟嘅咧就係一個灰色嘅設計啦，再加上有啲金屬色，例如玫瑰金，我哋就選擇咗一啲奶白色為一個主體，都選擇咗一啲白色、灰色嘅木紋啦，同埋一啲啡色嘅 cushion 等等，去呼應翻個廚房嘅設計。同時啦，整體嘅顏色選擇咧就比較淺色，咁淺色就可以令到成個單位嘅空間感咧增加大啲啦。咁全屋咧亦都用咗好多一款木紋嘅，呢種木紋咧就偏黃色，咁佢木紋嘅紋理咧就比較深啲嘅，咁就會增加翻多啲線條嘅感覺啦，令佢整體更加有設計嘅感覺啦。咁呢間屋本身嘅開則咧，其實就一房單位開放式廚房，咁廳同廚房就整體一體化咗嘅。咁但係戶主咧，其實就都中意煮飯，咁其實係需要個廚房見細啲啦。咁我哋於是就做咗而家呢一組中島。咁呢組中島台咧，可以多功能啲滿足到佢哋煮食同埋儲物嘅需要之外咧，亦都間分翻廚房區域同埋一個客飯廳。咁呢組中島啦，除咗增加咗廚房本身嘅實用度之外咧，亦都係兩公婆撐台腳當然好選擇啦。咁除此其實仲有一啲更加多嘅功能嘅，呢度有張隱藏餐台咧。其實佢係一種可以伸縮、旋轉同埋仲有延伸效果嘅餐台。咁做到呢一個位置嘅設計咧，就可以用盡晒呢一個吧台本身嘅深度啦，同埋用盡晒呢個廳可以食飯嘅空間啦。咁考慮到仔仔啦，就唔係成日都翻嚟呢個屋企住嘅。咁呢一個閣樓亦都只係需要單人睡眠嘅空間。咁做呢一個闊度咧，就啱啱充足啦。咁都曾經有啲朋友問過我啦，點解我哋唔選擇做一啲掛梯啊、爬梯嘅設計，好似慳位啲咁樣？嗱，咁就要考慮到一啲情況啦。一，如果用掛梯爬梯咧，其實就冇咗儲物嘅功能。第二樣嘢，我哋需要考慮到戶主佢或者使用者嘅身形。咁其實仔仔都偏高大嘅，咁如果用一啲爬梯掛梯嘅話，會有少少唔方便、唔靈活。反而用我哋呢種實淨嘅樓梯，可以有儲物功能，亦都可以有更加安全嘅扶手啊等等嘅選擇，會比較適合啦。講到上層嘅設計啦，呢個閣樓嘅護欄咧，我就做咗一啲玻璃嘅設計，兩邊護欄都係。不過兩邊嘅玻璃啦，我就用咗唔同嘅材質嘅。咁首先講下向廳呢邊嘅護欄先啦。呢邊嘅護欄咧就用咗長虹玻璃，長虹玻璃咧都係透光唔透明，增加翻個私隱度。除此之外咧，唔會減低咗個空間感。咁另一邊咧向住窗嗰邊咧，景觀咧都比較開揚，我就做咗青玻璃。咁仔仔翻嚟嘅時間，打開個窗簾喺上面都可以望到少少風景，心情都會好啲。我都做咗個床頭櫃俾佢嘅。咁除咗可以叉下手機電之外，平時嘅睡前閱讀習慣啦，或者係啲眼鏡咧，都可以喺嗰度擺低啦。至於下層客廳呢個位置啦，本身咧就唔係特別闊落嘅，咁所以我哋首先喺樓梯呢度咧就偷咗3級嘅空間去做一個伸縮梯級，縮短咗呢條樓梯嘅位置之後咧，變相就留翻個空間可以擺到一張梳化啦。我哋又喺樓梯偷翻個空位，可以擺下遙控啊，擺下茶杯，做到個小型茶幾嘅效果啦。梳化對面啦就做咗一道電視櫃啦。咁掛咗電視之後，傳統咧就會上面可以儲物，下邊有一啲櫃桶俾你儲物嘅。咁我哋呢個電視櫃咧喺電視背都做一啲暗櫃嘅效果。咁配合呢個暗櫃咧，咁我哋要特登幫客人揀咗一啲可以活動嘅電視機掛架，背脊嘅儲物空間固然更加靈活啦，同埋到時坐喺吧台食飯嘅時候咧，兩公婆都唔使擰得太緊要，個電視機擰過嚟就可以睇到電視啦。照明方面咧，客人係好中意光猛啲，咁我哋就有別於平時嘅閣樓設計，今次做咗2組閣樓底燈嘅，咁就增加翻佢嘅光猛度，咁客人就好滿意呢一個空間感嘅感覺啦。主人房嘅樓底咧一樣都係好高嘅，咁我哋就利用咗呢個樓底啦，做咗一個儲物嘅木地台，總共2級。
咁呢一張書枱啦，其實都好多功能嘅喎。除咗可以當床頭櫃擺下手機眼鏡之外啦，喺衣櫃嘅位置啊，我哋如果拉塊鏡出嚟咧，佢就會變成一張梳妝枱。咁就一張枱有幾個用途啦。咁就算做咗2級嘅木地台啊，呢個樓底依然係相當高嘅。咁書枱旁邊呢一組衣櫃啦，做一個完全一體式一幅過嘅話咧，就顯得有少少壓迫感啦。咁所以呢個位置咧，上倉比較少用嘅儲物空間咧，我就凹咗入去，做翻啲滲光效果咧，增加翻個空間感，做翻個層次感。咁衣櫃嘅下面倉部分咧，就做咗掛衣區。由於咧升咗2級上嚟啦，咁佢其實裏邊嘅儲物空間咧，就比我哋眼見嘅更加多。打開佢咧，其實佢就可以同木台一樣咁深嘅。而睡床嘅床架嘅位置咧，我哋都冇浪費到。咁呢度咧就特別同佢做咗電動式嘅有壓床設計嘅。咁譬如有啲行李啊，或者有啲比較重嘅物件啊，就算抽咗真空包裝嘅一啲換季衫咧，比較重嘅時候，撳個掣佢打開咗，都可以安全慢慢去處理。咁至於床尾嘅位置啦，我哋都預留咗個梗位嘅，因為戶主本身咧就想喺睡眠之前就睇到電視嘅。咁呢個梗位咧就可以防止到呢個床板升降嘅時候咧會刮到電視機。咁電視嘅背景板啦，我哋一樣都用翻防花板嘅設計嘅。咁佢呢隻顏色咧係奶茶色，咁啊呼應翻成間屋嘅設計啦。防花板本身就比較耐用啦，而且佢呢一個位置咧就可以承重到電視機嘅重量。咁喺近窗邊嘅角落頭位置咧，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塊活動板嘅。咁呢個位置係一啲天線啊、電線嘅維修位置嚟嘅。平時戶主就好難用得着啦。咁但係一有需要嘅時間咧，一甩開，我哋就可以處理到所有嘅問題啦。咁有別於客飯廳本身嘅設計啦，呢間房嘅床頭板啦，以至衣櫃嘅櫃門咧，我哋都加多咗啲弧線嘅設計元素落去嘅。呢啲弧線嘅設計元素咧，就會令到間房嘅感覺 soft 啲，始終係一個休息區啦，就想嘅感覺比較舒服啲嘅。